各位粉絲朋友，300女神節就快到啦，我哋美食之旅優惠大放送。喺咁喜慶嘅日子入邊，一定會介紹啲平靚正嘅行程推薦大家。今日嘅話，我哋花都兩日遊只需要199蚊。啲行程嘅特色可以講得上味覺同埋視覺上嘅雙重享受。我哋午餐有原味水煎雞、菠蘿咕嚕肉、壽司鯇魚、羅定魚腐，仲有南沙嘅蓮藕啊！咁靚嘅美食等住大家嘅到嚟啊！食飽飯，我哋嚟到廣州融創睇夢回嶺南嘅大型表演，融合咗山水風景、歷史典故，包含沙灣嘅飄色同埋鐵花秀空中火舞嘅表演啊，打造出沉浸式嘅觀演體驗表演。如果你對行程係感興趣嘅，麻煩喺評論區留低花都呢2個字，我哋將行程發送俾你。呢次行程我哋有2場表演睇，接住落嚟睇大馬戲表演。據說融創大馬戲嘅前身係擁有160年歷史嘅法國大馬戲，已經喺10幾個國家巡迴表演過噶啦，帶俾觀眾嘅全部都係歡樂開心。睇完表演翻到酒店，酒店乾淨衛生，住得又舒服。酒店位於清遠市區，揼骨洗腳非常之方便嘅。晚黑我哋貼心安排宵夜雞粥俾到各位團友食，想嚟嘅快啲報名啦，名額唔多啊！